社會公義咧就係即係要求所有人對社會都有一個責任感，係而對呢個唔公平、唔公正、唔公義嘅社會現象咧，係採取一個對立嘅態度，反對嘅立場。咁啊，好似好簡單喎，其實就唔係嘅，唔係咁簡單啊！綠色政治嘅人認為咧，壟斷嘅資本主義咧，而家我哋有嘅咧係其實一種唔負責任嘅政治嚟嘅，係咪？因為咧不斷咁樣吹噓強調咧，就係即係所有民主自由咧，就係要有好強競爭，係嘛？不斷咁增值去競爭，咁咧而繼續喺度增長個經濟咧，跟住個消費咧，咁個社會就會繁榮啦。咁啊，大家嘅生活改善啦，就無限度增長。其實呢個係好唔負責任嘅態度嚟嘅，係。咁所以綠黨咧就要動員綠色政治運動做咗呢樣嘢咧，就係要用人民嘅力量咧，迫使政府咧做嘅決策咧係要符合生態原則，亦都符合對社會嘅責任，係。咁啊，不單止個對社會有個管理嘅責任嘅政府，而且要對社會內部個穩定咧係有責任嘅，係。咁另外咧所謂社會平等公義咧係要消除剝削、暴力、貧窮呢啲現象，係要關心即係高人階級啦、基層啦，佢哋嘅生活同埋俾佢哋有生存方便嘅條件。咁咧唯有係咁咧，咁你先至係有一種所謂生態上嘅和平正義，係咪？咁你亦都係符合即係一個自然環境裏邊係好和諧生存嘅呢啲前提嘅。咁可以睇到咧，所謂社會公義咧、社會正義咧，係包括闊咗好多嘅嘢嘅，係。咁喺歐洲綠黨聯盟指導性原則我哋呢個 PowerPoint 最後有附錄嗰個文件裏邊咧，佢對社會正義嘅規定咧就包括咗會反對死刑啦，因為死刑違反人權啦，就每個人都有權拒絕服兵役啦，係。就婦女有權即係喺流產行為中強調婦女有自決權啦，又有希望保護生命嘅權啦，公民有權利得到公正嘅司法審判啦，咁每個人都唔應該被歧視啦、吸毒啦，咁樣同埋要照顧特殊社群嘅基本權利啦等等嘅。咁我哋再詳細啲咧，將佢分開4類啦。咁第一類咧就係對人類基本需求滿足嘅一種承諾啦。第二類咧就係對社會上特殊社群權利嘅保障啦。係。第三樣咧係指對第三世界嘅團結，咁呢個就係一個國際性嘅責任嚟㗎，社會責任。咁第四樣咧就係追求一種比較負責任、公正嘅一種政治文化。咁我哋講嘅社會公義咧係闊一啲嘅，我哋逐樣